开会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会》哦。到3月19号的时间呢，立法院呢用临时会的方式来要求经济部来插手了公告，是讲呢美国牛的种牛插税呢做唔得来进口台湾哦。你看起来係违反了台湾嘅目前嘅食管法哦，是講到係維護呢個食品安全並國民嘅健康風險嘅管理哦。但是實際上呢，呢種嘅開放所謂美國牛嘅牛插稅進口台灣呢，佢牽涉到係台灣做得加入所謂 TPP 用型嘅泛太平洋嘅種嘅經濟戰略嘅種嘅關係嘅貿易組織裡邊都冇嚇，所以講喺台灣嘅自由貿易嘅經濟上一個限制，但是係唔係用那種嘅開放那種嘅牛插稅嚟進口台灣，是做係揾到台灣加入 TPP 嘅門票呢？也當中呢要牽涉到美國並中國兩態政治強權嘅種嘅比較嘅那種部分啦嚇，故所呢，呢問題看起來係健康嘅問題，但是佢牽涉到係國際上嘅經濟並政治嘅問題啊，所以非常嘅複雜並多元。特別有請到公部門嘅種嘅相關嘅政府代表呢，韓國人嘅關心嘅你講嘅上較複雜，甚至係你嘅立法委員共同來參加討論。馬上歡迎收嘅現場來賓，第一個呢係你嘅立法委員田秋瑾田委員，你好。主持人大家好，大家好。好。聽嘅來賓係你農委會家畜生產科嘅王忠樹王科長，你好。主持人還有所有村民大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好，大家好。第三位來賓係中興大學經濟系嘅主任秘書陳吉仲陳教授，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第四個來賓係你嘅種衛福部食藥署食品組嘅專委許朝凱許專委，你好。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再來係台灣熊牛協會嘅理事張志明張理事，你好。主持人以及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像經常討論以前先嚟了解下，到底種所謂牛插稅有種美國嘅狂牛症樣型嘅受理嚇，乜講係狂牛症呢？好，你啱先嚟看到所謂種嘅嚟進口美國嘅牛插稅呢，有一種狂牛症嘅種嘅受擬例啦哈，那狂牛症呢，最早係到1986年嘅時節到英國嚟發現嘅哈。當時呢，英國發現嘅時節有19萬頭嘅牛哈，人死嘅，所以而家情況非常非常嚴重哦。帶咗牛嘅出片以後呢，發片以後呢，佢可能前段時間是死體去嘅。佢主要係一種神經性嘅經過種嘅所謂嗰種嘅卵泡質哈，卵泡質嚟傳染嘅一種片哈。如果本種牛嘅跟腦呢變成嘢海綿樣嘅吼，用啲腦部嘅病變嘅問題吼，佢喺潛伏期呢有15年咁長，佢先突然間嘅呢，佢都係耐高溫哦，1000度嘅高溫無可係無聽說對老佢受咩鐵吼。但是呢人類係唔係有相同嘅症頭呢？係嘅，呢人呢要有用腦部嘅病變嘅問題啊，很多在人類就是庫賈氏症啊。那其實咧庫賈氏症呢？傳統嘅呢，到1920年開始嚟發現嘅啊，但是咧1920年開始發現咧，傳統嘅庫賈氏症呢，老了下所謂嘅狂牛症呢並冇關係啦嚇，而主要係中老年人嚇，中老年紀下年紀太壯皮有可能會得到，但是目前看到係新型嘅呢是老了種嘅是那種嘅老超到狂牛片嘅牛嘅那種片牛所產生嘅一種嘅牛肉嘅產品呢有相關，最主要係。它的傳染途徑目前不是非常清楚，更可怕的是，它目前還沒有藥可以醫好，所以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先等新聞記者講頭了解一下，都帶兩問題，一般都市面上，好，韓國你這麼來行政院嘅立法委員呢，我用嘅要求行政院經濟部我來插手公告，都帶爭議到呢，看新聞樣片介紹。牛嘅海綿用腦病變一般喊到狂牛症，最早喺1986年嘅時節喺英國發現嘅，佢嘅潛伏期有15年咁長，有傳染性。病原是從潛伏喺牛嘅腦，行過崩類也到氣管，然後食道就被扯到。美國2003年到2012年之間出現嘅4敗狂牛症嘅病例，長期以來農業做係狂牛症嘅議題。故所經濟部公告我進口牛插稅，將會引起安大嘅反彈。對啊，因為塞班路在這裡，然後鞭炮現在這裡。這6個部位啊。
它是介于牛肉跟内脏器官之间，其实我们可以统称为软组织，像食道啊、血管啊或骨髓。其实这些部位的话，我们那个什么狂牛症的那个异常蛋白都很容易累积在这些部位啦。主要係法規，美國牛嘅泵類係做唔得正確嘅，唔過是有數講開放嘅陸空牛插水唔係泵類，今日牛插水唔係泵類就冇準，下個唔準嘅問題係做咗開放嘅，唔屬於新開放嘅項目。然後這邊是它的食道跟氣管連接的下來的話呢，它就會接到它的主要的胃。食道算不算內臟？它跟胃是接在一起的，它怎麼不是內臟？更重要的是說，它這個開放的東西有沒有被證實會致病？最後推太告訴昆牛所做嘅美國帶骨牛肉風險評估嘅報告來看，直到美國牛得到狂牛症，排名第一咧就係牛嘅睾牛，再過來就係牛嘅泵類。同時，台灣人測到狂牛症嘅基因比例高達98%。你自從開放美國牛肉進口到台灣的中間，新變異甲固症的沒有增加很多，可是另外一個甲固症在增加。狂牛糟化，它會慢慢讓我們的大腦空洞化，破壞我們大腦的功能，到最後甚至都有生命的危險。就算得到狂牛症會數人命，唔過得到狂牛症嘅機會才係1/1000，嗰種人嚟對狂牛症係咩太過驚嘅呢？風險很低，就是等於安全嘛，會不會發生啊？好，會不會發生？對，在那個風險之下，發生的幾率很低嘛。它會不會發生？有沒有發生的可能？這種問題我需要再跟你講，你也是一個學科學的，你也是一個學科學的人。我說風險很低，會不會發生就是10次方分之一嘛。日本的規定是每一頭牛宰殺都要吃膠原蛋白，美國的規定是只要你看到那個牛有歪歪倒倒的發病的現象才需要檢測，潛伏期的中間的。身上已經有一堆膠原蛋白，還沒有臨床症狀，你都不用檢測。他們本來就是不吃那些東西的，所以它的處理過程，你當然就會有疑慮啊。問題咩睇牛插水係咩泵類，重點係得到狂牛症也係冇藥嘅可以醫嘅。不少專家就建議，唔是對於其他嘅牛嘅，係預防狂牛症唯一嘅方式。好，這個100%的致死率，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說那個1000億分之一的感染率了哈。所以我想先請教一下食衛署這個許專員，就是說，這個是很可怕的事情。現在我們講的世紀黑死病 AIDS， 現在也有雞尾酒療法了，即便是伊波拉好，也有一些預防的方法。可是我們對於這個新的庫賈氏症，或者說這種狂牛病所引發的一些病變，目前是束手無策的。那我們剛才也看到那個牛的那個大體裡面哈，就是食道跟胃是接在一起。那我們這次所要開放的這些什麼頭骨肉啊、腮幫肉啊、食道啊、什麼骨髓、血管、牛脂等等，到底是不是內臟？食衛署怎麼看？在政府這邊的一個把關方面呢，其實這個普利昂這樣的一個變異性蛋白，它是主要是沉積在這個神經節的組織裡面，哈，神經細胞裡面。它是去沉積哈，導致這個腦狀的這個海綿化哈、空洞化的一個情況。對。那所以政府這邊在對於這樣牛肉的議題方面呢，其實我們是根據這個世界動物衛生組織哈，有做一些評估跟把關。是。也就是說我們是要求在30個月齡以下的牛隻，它才能進來。為什麼是30個月齡以下？那主要。這個狂牛症的好發期哈，它是會在於30個月齡以上，主要是在30個月齡以上，所以我們這邊是。可是30個月齡以內牛，會不會它體內已經存在這樣的所謂的普恩蛋白了？其實哦，因為它潛伏期很長嘛，這個叫做15年呢。Prion 哈，Prion 這個蛋白質哈，它有分正常的跟變異性的。那在普遍裡面哈，我們都有所謂正常的這個 Prion 的蛋白質，只是它不會。在30月齡以下的話，它是不會產生所謂的一個變異，所以在根據這個 OIE， 也就是世界動物衛生組織裡面的一個要求呢，只要是30個月齡以下的這個牛隻呢，它基本上在這個狂牛症的這個部分呢，是不會有發病的一個情況，也就是說，這個 Prion 哈，它其實不是在整隻牛裡面都會有。它會在特定的風險物質，對神經系組織裡面，對，所以我們當然我們，所以這神經系組織我們也搞不清楚，把它攪成牛絞肉之後，你也不能去把絞肉一塊塊翻開來，這塊肉是肩胛骨，這塊肉是牛里脊，就分不清楚了吧？對。好，問一下這個委員好了，就是說，是不是我們對牛雜碎開放進口已經無計可施？所以我們找了食管法，站在捍衛2300萬台灣人民的這個立場，做一個擋下來一個動作。它其實。
这个意义是更重要的。马英九总统2008年当选的第2年2009年，他派苏起到美国去，结果跟美国人签了一个叫做美牛议定书，什么都可以开放进口，结果引起非常大的恐慌，因为大家都知道脊髓事实上是最容易感染这个所以带骨牛肉就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对，医界也不建议食用。对。所以那个时候，连国民党的立委都非常的紧张，因为这个绝对冲击这个政治的这个支持度。所以到后来这个朝野一致，就是说我们把食管法修了。那时候就明定说内脏是不可以进来的。那这一次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就是牛杂，我们对牛杂的定义，竟然把食道、把血管都不算内脏。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去请教很多学者专家，说我们一般的微血管，你已经在那个肌肉里面是没有办法分离，你唯一可以分离出来的血管，就是我们心脏、肺脏有没有？靠近心脏、肺脏那些比较粗大的血管。对，我们在那些血管，我们在那火锅店都看到白白一根、粗粗脆脆，那就是牛的血管，对不对？是不是牛？也许是猪的啦，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进口那些血管一定是跟心脏、我们的脏器、主要的脏器连在一起的吧？那他现在的解释就是说，所谓的内脏呢，是我们腹腔、胸腔、骨盆腔，对那些脏器，心脏、肺脏才算是内脏。然后，那我们一般在讲内脏呢，就是我们的体内的脏器，管你是什么心脏，就是也许就是血管。那些都全部都算才对嘛，对不对？而且这一次的牛杂就是严中海医师也讲说，这些牛杂实际上都非常靠近这些主要脏器的软组织，所以事实上也很容易带有这个狂牛病的这些不利用蛋白。而且就是说这种变异性蛋白，它是不是到底是藏在这种神经性组织里面，或者是其他组织里面？医界对于它还不是完全的了解跟掌握住，所以这也是可怕的地方。对，所以国际上已经有很多研究出来了，就说你得狂牛病的这些牛，搞不好在组织里面，你的那个肌肉里面也有。那所以现在我就去问了，我说为什么我们的卫福部说这些不是这个内脏？这些牛杂不算内脏，结果我就上网去查，我们有一个叫做卫福部的这个牛海绵状脑病BSC 的专家咨询会，那在去年8月开了一次会，就这次会议就说，这些不算内脏。那因为他这个上网公告的内容非常的简单，我很不满意，我就跟他们要说我要详细的会议记录，还有包括是哪些学者专家开了这次会做了这次决定，结果给了我一个公文，这个公文上面还打上说仅供问政参考不可以外流，打上这个，结果给我的那些学者专家名字竟然是周某某、周圈圈、林圈圈、潘圈圈、李圈圈。他说，因为这里面有1、2个学者专家拒绝把名字公开。我说，如果拒绝公开，他就对自己的是不是对自己的专业没有信心？那他就不应该成为专家，因为他们决定了说这些牛杂不是内脏，所以我们卫福部的官员就只好说可以进口嘛。好，那真的事涉敏感，那我问一下这学经济的陈教授好了，到底是健康的问题，还是政治选票的问题，还是经济的问题？第一个，按照刚田委员讲的，我们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办法，这是我们国内的法规第15条有规定，只要有毒或是有害人体健康的产品是完全禁止进口，里面还特别明定，如果非疫区近10年内发生类似这种狂牛症，它是不能进来的。2006的时候是美国最后发生一次，现在是刚好2015，快满10年了。但是它这一次是用所谓的里面有明定内脏是不能进来，但是它这里我们国内是透过所谓的专家会议把这个名称改成叫做所谓的牛杂税，牛杂税，所以当然就符合这个第15条的方式进来。但是如果明年它就属于会疫区满10年，那它要进来了，你要不要执行你的食品安全卫生管理办法？这是针对挑战我们国内的这个规定。第二个，他根本不在乎这个牛杂税啊，因为他根本几乎是没有出口到台湾来，他要的是背后还有一个叫做美猪的莱克多巴胺。可是莱克多巴胺其实也还好，因为那个产值其实我们已经，我想王科长很知道，我们大概1年国内吃到的这个猪肉里面，
的需求量的大概6%到7%是从美国的这个猪肉进口进来的，所以即使我们让美猪的莱克多巴胺进来，它的市场占有率其实也不会很大，因为考虑中国的这个需求，还有一些那个所谓饲料成本的这个变动，我觉得他要的是你台湾到底面对这个国际的这一个所谓的组织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什么？你的标准是什么？我想他可能要的是更背后这一个目的。就是说，你台湾要加入 TPP 这样一个多边的区域性的这个贸易组织的时候，你到底愿不愿意遵守这样一个国际的游戏规则？就是好。刚刚教授讲到说，其实就是已经快满10年了嘛，就是狂牛症列为美国因为狂牛症列为疫区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美国的狂牛症呢，其实它是在2003年的时候呢是第一次发病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台湾就禁用美国的牛肉。那但是事实上呢，刚刚讲到2005年呢开始有第2起，2006年呢是第3起，2012年有第4起的狂牛症。其实如果以这样来看的话，这不受10年，它还在10年的期限里面嘛，哈。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呢，这经过从2002年它开始发病，一直到现在呢，陆陆续续的透过这种国际的政治压力，在让我们要求我们在经济上去做开放呢。我们已经开放了些什么？有美国牛的背板筋、牛唇、牛耳、腹隔膜，还有这一次有可能会开放所谓牛杂碎，包括什么食道肌啊、血管啊、头骨肉啊、面颊肉、骨髓、牛脂等等等等啊，所以看得出来是门户大开了。但是我们也说，我们有边境的3管5卡哈，3管5卡到底有没有用呢？我们先问一下张先生。那这个部分一直在业界以来哈，对这个3管5卡的效果都不是很。这个效果都不是很满意哈，特别是像2013年的时候，那知名的餐饮业还有检验到那个有那个瘦肉精的那个牛肉，对，那基本上在业界里面都很担心哦。那特别是这一次这个牛杂碎的问题哦，那我们从业界来看好了，那其实杂碎在美国的市场里面，它主要是做饲料用的。那我们也没有去参与谈判，说我们也不知道说当初是怎么谈的哈。那当初这6个部位，其实我们都很靠近这个所谓的神经节，这比较内脏这些相关的部位。那在我们的专业里面，我们比较担心的是说饲料用跟食用这个会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落差。食用跟试用如果傻分不清楚，这就很糟糕了。因为如果是做成饲料用的，它在它的屠宰的一个流程里面，它就不会那么的严谨。那是不是有那个会有交叉污染的一个可能性？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它的屠宰环境不是很好的时候，那我觉得它这个饲料用的连最基本的那种食品安全的卫生可能的条件都没办法达成。那这个部分是3管5卡里面没有办法可以管得到的东西，对消费者来讲是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王科长的补充是。主持人还有说明一下哈，其实这个狂牛病的一个内脏啊，目前事实上是不可以做饲料用，因为 OIE 有规定。因为早在1996年的时候，当时呢世界卫生组织就已经明定的所有反刍动物的内脏所做成的肉骨粉是不可以当饲料用，不可以回饲。那所以这一些只能经过化制厂出来的，它只能当什么？只能当肥料，它不可以进入食物链。所以这一部分呢要说明清楚。经济部长讲说，我们可以去屠宰场那边查厂嘛，哈。那查厂的时候，我想问一下食药署，就是说，我们已经有做好要去美国屠宰场那边查厂的准备了吗？就是说去查厂的时候要注意哪些要项呢？是不是已经有拟定出来，配套都已经出来了？现在食安法的第35条哈也授权政府机关可以必要时到这个国外去查厂。那像这样的一个部分呢，基本上我们在每年大概都会编列预算到国外的到美国啊去做牛肉的一个屠宰场的一个查厂的工作。已经去查厂过了吗？已经查厂过了。那这个部分呢？他们1小时杀几头牛？这个部分呢，我想这我们是跟我们农委会防检局一起配合，因为屠宰场的部分是由这个我们防检局的兽医师专家他们去做共同去做一定的评估啦。对，那现在我们也要求说，我们就是说出台的这个牛肉呢，一定是要我们认可的这个看过的这个认可的这个工厂名单才能够进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美国我们要求是要有所谓的 QSA。就是品质安全的评估
措施，好这样的一个制度，好我们才会变成我们认可的一个工厂。好，那基于这样的一个合格工厂的名单，再加上要去除 SRM， 还有要求要30个月龄，以及在我们边境要做所谓的这个3管5卡，核标开验查的一个工作，再加上我们对于国内市场的一个标示的要求，和这个我们对于国内的工厂也要求要做所谓的追溯追踪制度，用这样的一个3方面的方向去做整个肉品市场的一个监控与把关。好，那是不是食药署真的能够做这件事情呢？我们来看一个其实我们在2009年10月开放美国带骨牛肉。我们刚刚讲过，骨髓是很危险的。可是那一年呢，我们开放了带骨牛肉、牛绞肉，但是眼和脑禁止。但是这一年呢，也是台湾第1例狂牛症病例发生并且死亡的那一年。可是这一年，当时候的卫生署并没有公布这个病例，为什么？是不是因为2008年美国开始加入所谓的 TPP 这样一个区域性的贸易组织里面，它为了要让我们能够，或者说台湾的这边方面，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取得 TPP 的门票，所以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上，并没有公布我们的病例，而是到2010年10月份时候才公布，事隔1年才公布。我们真的是受限于美国压力，而对我们的国人的健康实然弃守吗？田委员，这件事情你应该很清楚吧？我们都知道那个 prion 蛋白这种狂牛病的蛋白，在肉跟骨头接缝的地方是最容易带的，最容易产生的。还有这个牛绞肉，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就是说你进口牛绞肉，事实上它的来源本来是什么肉，是让你分辨不太出来。它可能有神经，它可能有一些这个脊髓。但是我们经过非常大的争论，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去站了那个主席台，就最后这个因为表决输了，我们那个还是没有办法不过眼跟脑禁止我是觉得这个陈顺胜医师，就是高雄长庚医院的陈顺胜医师，他是我们国内的狂牛病的专家跟权威。他那天也跟我讲，他说事实上他非常的担心，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传统型的这个狂牛病的病例实际上越来越多。那我们的政府在这个狂牛病上的研究，并没有投资很多的这个资源。所以也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研究不够多的时候，我们在跟美国的谈判上面，我们就提不出非常充分的证据。譬如说我们之前吴坤玉老师他做过一个研究，说我们的基因事实上比这个美国人更容易得到那个狂牛病。129号密码基因，对，这个有这个基因的，因为台湾现在也有3个病例已经身亡了嘛，就说这3个病例里面都共同拥有这样一个所谓的第129号这个密码基因。台湾人呢，拥有这样密码基因的比例呢是98%，这就是为什么可能在欧美地区狂牛症对他们的国民的健康影响相对不是这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带有这个第129号密码基因的人是相对比较少，而台湾就是98%的人都带有这样的密码基因，所以是很严重的。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跟美国谈判的。那当然那个时候苏起已经跟美国人签了美牛议定书。所以我们那个时候通过食管法的时候，美国人很生气，他认为我们是违反了国际贸易谈判，我们不守信用。但是我们的你设内规，给我穿小鞋。对，那就是说，你高高兴兴的来跟我签了之后，你回去你们国家立个法。但是我们跟美国人讲说，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的国会有我们的意见，包括说我们的人会吃内脏，你美国人很少人吃内脏，那我们的内脏那就会有一些问题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把内脏放在我们的这个母法里面，就是我们不愿意这个东西。你2006年你得了这个，你还在10年内，我们觉得有疑虑。那当然，你现在2012年又发生一例，第4例。那美国人一直说那一例是从加拿大进来，但是我们觉得不行，就在你美国境内发生，所以可能2012加10年到2022，我们才可以重新就说可以开放所以把牛杂碎给人说是个假议题咯，它背后包藏的是经贸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来看看，就是说这个经贸跟食安之间，它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矛盾？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进口这所谓的牛杂碎来换取我们加入目前看起来是由美国所主导的这个 TPP 的门票呢？我们现在开段新闻分析。开箱以后呢，首先由海关
各依职权呢进行。去年的4月初，美国贸易代表处公布2014年各国贸易综合报告，就讲到对台湾禁止因为本来韩国由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的限制表示关心。在台美经贸谈判的时节，美国的牛的猪的还没做的进口，其中还充有的限制。难道是要付出我们的健康的代价，然后呢，才为了加入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不值得啦。我们当然就是可以请这个屠宰商啊那边特别注意，我们也可以安排人到那边去看，哈，就说他的这个切割的方法。我们不必为了进口这么点下杂的这些肉品，哈，然后这个下料，结果造成我们3管5卡上更多的成本。官员为什么敢搞？就是说没问题，大家这次没问题，因为有问题的时候他不在位啦。我们从来不会因为政策错误是起诉官员啊。对不对？他其实把台湾人害死了，我们也不会起诉他。油插水的进口，政府韩国国家争议没停过，为了争取美国支持我们加入成为 TPP 谈判的新成员，早在去年初，我们就已经开放的贝朗筋、牛嘴唇、牛耳管、韩国不隔膜、也西方的油插水来表达台湾对自由贸易的诚意。台湾如果继续的缺席，那对于我们将来的产业的竞争力，也必定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短期而言，台湾的商品在国际间必然会面对较高的关税。你开放了这个莱克多巴胺进口之后，你也没有改善啊，你有没有进入 TPP 啊？没有啊，现在居然用同样理由来说服我觉得很瞎那代表台湾人的记忆很不好啊，很容易被你反复的同样方法骗啊。在中央经济自由化的政策下，地方政府面对牛插水的进口，马上做得受起的批核。县府这边的话，基本上整个开放政策就是取舍于中央的决策权，那地方政府这边也只能比较消极的去配合。那可能说将来进口以后，对于我们产业可能如果有产生冲击的时候，尽量给予适当的辅导。那也教育我们的消费者的话，尽量享用国产优质的肉制品，那减少去使用可能我们认为比较健康疑虑的一些进口产品。全球贸易为主的台湾，未来将会面对下难度的经贸会谈，开放农业进口是一天的过程。我们的农业政策按用的国家应付，是按用的把关，表示清楚，将现责权交还本消费者，这是各方面的做法。刚刚新闻影片里面这个江守山医生讲说，上次这个你用莱克多巴胺跟我们讲说可以换到 TPP， 结果也没有啊。这次你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们说牛杂碎可以换到 TPP。难道是用同样的手法一直在骗台湾人吗？但是你看看，这么多年下来，从2002年美国有这个狂牛病发病到现在，我们已经开放了多少了？牛杂碎了，有背板筋，有牛唇、牛耳、腹隔膜这是在2014年1月份说这个4项非属内脏准许进口，这一次又还要再加开6项，这个食道肌啊、血管、头骨肉、面颊肉、牛骨髓跟牛脂等等。是不是这6项也要一步一步开放？我想问一下陈吉仲陈老师，就说危机也是转机啦，我们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做更好的谈判，就把这些东西不要把它当作是对台湾一个国民健康风险的危机，但是把它要求说我们可以更提高我们的这个健康的这个保障，去跟做贸易谈判，在贸易上面取得更有利的条件。我们认为说，为了加入 TPP， 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可以妥协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回到最根本的一个叫做所谓的科学的论述。那科学的论述里面，当然就是有所谓的国际的规范跟国内的规范。我非常同意刚刚田委员讲的，我们自己要做很多的研究，来跟美国说服说哪些东西我们是不该进来。我举例来讲好了，我想未来刚刚也有报道说，未来美国可能就是要求我们的莱克多巴胺的美猪进口。那按照 CODES 或者是那个 JFECA 的那个规定呢，它的猪肉里面是可以有10个 ppb 进来，对，最大的那个残留量，内脏大概40。可是我觉得也不一定要完全按照这个国际规范，我们的肉的部分可能是可以，内脏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内脏里面，我们很多的我们的东方的女性如果怀孕坐月子的时候吃很多的那个内脏，这个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内自己内部也可以做很多的相关的规范，尤其是产地的这一个产品的这一个标示，让消费者很清楚说他购买的产品到底是台湾的农产品还是国外的农产品。如果我们国内也相关的这些的措施有去做的话，我不认为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开放，它的产品就是一定会进来。好，可是这个
做标示，我们也讲到做标示，可是我们讲的这个树生开发哦，就每一次这个各式各样的有问题的商品都会被点名这家厂商。光是2013年，它就有24次哦，这个国内最大的这个肉品这个进口商树生开发就有。2013年就24次被验出含有莱克多巴胺、瘦肉精这样的肉品进口，所以变成说，事实上我们是有法在那边，可是我们法到底执行的怎么样？还是说这个法其实是很松散的？这个我不知道志明你怎么看，因为你是这个肉牛养殖业者，你怎么样看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到底在法上面已经规范了要标示，说要有什么来源地、出产地，让消费者去做选择，可是消费者到底有没有选择？是那个树生公司这件事，他检查到的不是含有而已，是超标，是超标，是违法的。那违法当然开罚，不过那个金额可能跟他每年的进口量相比起来，那个金额是不成比例的。那这个部分，这就是第一个原因，你的罚则不够高嘛。那第二个就是说，在管理上哦，你说要标示，那标示有在抽查吗？那有。你抽查的结果是怎么样？是大家全部都照着游戏规则在走，那合乎我们的要求吗？这个是我们业者一直很质疑的一个点。那另外就是说，进口的部分根本我们刚那个卫福部的许专员有提到说我们就是要规定它的厂，那到底谁去洽谈的？那是不是业者去洽谈的？那到底有没有办法管理？那特别是科长也提到说这个部分可能要做堆肥，要做肥料用的。那这部分我们业者里面完全没有看到说一个管理一个条件出来啊。那是不是你美国牛要进来，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设限啊？我们那个牛杂碎，你们在美国你们要做堆肥，可是进来是我们要吃的啊。那是不是你要合乎你的杂碎处理要处理废弃物就对了。对，那可以这么说吗？那不管是不是废弃物嘛，那你至少你进来你要合乎你的那个食品的安全嘛，你的卫生嘛，你的不要交叉污染，就是可以明着说是不是现在也可以标示说这是可食用的。那如果出了问题，你们美国人要来负责的。我觉得这个要提出来，这个不能说把我们消费者的权利都把它舍弃掉，完全不管了，这个是会有很大的问题出来。美国一个屠宰场呢，1个小时要处理400头牛。这400头牛，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检查的吗？好，那当然我们可以说透过查厂的方式去查，可是400头牛，在美国境内本土已经发生过非常多这样的案例，就是说因为这个量实在太大了，没有办法在卫生方面做好管控，所以在E. coli 这种大肠杆菌上面，因为这个没有处理好，造成牛绞肉，造成美国本土的国民的这些健康啦，甚至是死亡的风险呢，这些传闻呢是层出不穷哦，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屠宰方式，透过定点的、定时的说，我要去查厂喽，就样板这样做给你看。那之后呢，我们又能够相信多少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以后继续来讨论。欢迎回到村民大会节目现场，我们继续讨论关于这个牛杂碎要开放进口台湾的问题啊。那我们刚刚前面讲的说，其实这个美国的屠宰场1小时要处理400头牛，所以它安全卫生上面，在美国本土就有很多因为这个 E. coli 大肠杆菌的感染造成的汉堡肉、绞肉等等，造成很多人的这些生病也好，甚至死亡的风险都案例就层出不穷。我也知道说，在这行政院、这农委会、这个全球资讯网站上面，他们也有去刊登也有去翻译美国这些文章，说其实在这样的牛绞肉里面是最容易有这样的食品安全卫生的风险存在的那我不知道说这些牛杂碎进口之后做成是所谓的汉堡肉也好啊，组合肉也好啊，其实民众也很难去分辨那到底这个健康卫生的把关，我们能不能相信？就说我们去查厂，美国人给我们的保证就是可以确保没有问题的呢？我想问一下徐专员。我想在这个部分绞肉的部分在食安法第15条已经把它写是禁止的部分所以这个绞肉它是目前是不能进到台湾来的。那所以我们这一次研议的部分呢，其实它都是一个整块的肉大概像这样的一个都是整块的肉，所以不大会有所谓刚才所称的这个绞肉的一个部分。所以在那至于说，因为我们国人食用这个饮食习惯跟美国人是比较不一样的那所以说刚才主持人有提到一些
这个牛肉污染这个OE57的这个大肠杆菌等等的这些问题哈。那事实上，因为汉堡肉的一个部分呢，在美国他们其实是只要熟食啊，大概就可以把这些OE57的大肠杆菌的问题把它去除。那因为国人在食用汉堡的习惯比较没有像美国那么高。好，那这是第一个，这是题外了哈。对。那我所再拉回来，我主要是要表达是说，绞肉不在，已经是在食安法第15条禁止的范围。但是我要讲是说，美国国土本身也有所谓的规范，可是它这些规范在美国本土里面都没有办法让那些业者好好的遵守。那你如何能够相信说它出口到台湾是没有问题呢？志明。这个是很可能的发生的。我们自己在屠宰场作业，我们很清楚我们要的东西是什么，我们不要的东西是什么。不要的东西是怎么处理？废弃物是怎么处理？当然就直接集中在一堆，我们也不会去理它嘛。那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今天提到说杂碎他们不要，那不要的时候你又要把它进口回来，那美国人可能为了这一小部分的东西来帮你做一个妥善的处理嘛，这是我们一个很质疑的地方啊。其实，在美国，他们自己本身对于屠宰场的一个屠体卫生安全检查，其实它是高标的哦。我们也去查厂过。我们要讲就是说，屠宰场它出来，它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标准，可是屠宰场出来以后的绞肉，它是不是在后段的一个处理，到的食品工厂的处理，出了一个疑问，这个我们都还要进一步的了解。那另外呢，刚才讲就是说，美国人对于杂碎，他本身平常讲他们是不吃杂碎的，这是确实啊。那他的杂碎以前没有出口的过程，他是拿来当成这个到化制厂去做化制，做肉骨粉。那自从1996年确定这个不能当饲料用，只能当肥料的过程之中呢，他们基本上他们也不会再做就是这种动物性蛋白质不能够再给反刍类的动物去吃就对了。对，不能回事，我们叫不能回事啊，不能回事。那现在我们在谈的就是说，今天在这个2年前，我们已经开放美国天地也曾经开放过，刚刚讲牛唇啊，就是牛唇这个牛耳啊。腹隔膜跟背板筋哈，那事实上我们也跟经济部去查询过，从2014年那些开放以后呢，事实上呢，并没有所谓的进口的时机啊。虽然有开放，那美国人他大概这个原则上，第一个不好处理，他整个要杂碎，他们是一个整个摘掉，那你要特别把它拉出来，做个别的包装处理。第一个，所有的量都很少，那因此。事实上，我们在谈的就是说，它能进口、开放进口，跟事实上有没有实际进口是两码子的事情。好，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许专门委员，就是说，好，那美国人都会偷偷在我们市场上去收集那些猪肉来验到底有没有莱克多巴胺瘦肉精，因为当然瘦肉精很多种，不是只有莱克多巴胺的哈。那我们有没有针对这些狂牛症，在人类身上这种库贾氏症，不管是传统型的也好，新型的也好，去做所谓的科学的数据的收集跟研究？可以当作是我们去跟对外谈判的时候的一个贸易保护，或者说真的也是保护国民的健康风险的一个保护的。就是说，目前在这个上面，卫福部已经开始这样的动作了吗？在我们卫福部疾病管制署，它有所谓的一个通报的一些资料，跟一些他们的一些统计啦。好，那我想在我们这个库贾氏症的一个部分呢，那其实它跟所谓新型库贾氏症在我昨天上我们卫福部疾病管制署的网站是没有看到的，是没有看到有新型库贾氏症的一个病例啦。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疾病管制署它会持续的在掌控当中，因为医院有这个通报的一个义务。我们刚刚也有了解到，就是说，事实上，在美国他们是那种工业化的养牛，所以那个牛可能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那个小小的饲栏哦，就每天吃玉米，每天吃玉米，一天要吃15公斤的玉米哦，那可能养到14到16个月就可以屠宰了，就送出去了。那可是，在台湾呢，我们的养牛就是有感情的哦，这种有感情的牛是怎么养出来的呢？我们想先跟着新闻记者镜头去了解一下。他讲弄讲台湾的农业千张掉。对啊，所以我现在只吃台湾牛啊。食品安全。
台湾的东西会比较好。不过，这个竞争力认为怎样呢？面对自由经济开放的压力，台湾向牛还没有市场呢？当然会有市场啊，没有市场我养了快20年了，还没有市场，我早就倒了啊。它这个市场已经在最近这5-6年来已经慢慢衰退当中。美牛它有狂牛症很多的问题，再加上美牛他们因为主要是吃谷物嘛，他们的谷物很多都是机改的，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找这种台湾肉牛。就算有经济的效益，不过一头牛的每日体育比600到800升的甲烷，才促成全球暖化后，甲烷的破坏力大约是二氧化碳的20倍。在土地面积按小、人流多的台湾向牛的，还没对环境还是唔好的呢。而且我们现在找这些台湾牛肉，他们跟他们那个当地农会合作，有农会生产的一些参与的像马铃薯啊、红萝卜这些一些比较次级品，喂他们吃这些东西，然后那个牛排泄下来的那些东西，他们就可以重复去做施肥，有个很好的循环。过去也有多毛路的农业废弃物就做甘蔗粕，也有农业的刺激品，无就是农业的废弃物，也下沙变做的云林香牛的最天然的饲料。我饲就可能蒜末加人较无共啊，有加这个蒜末、蒜头加蒜末安做伙安尼。那个好处是什么？增强它的免疫力啊。台湾牛的养法，我们觉得比较放心吧。怎么讲？就是那种不是用那种很多技巧去把它养得很肥的那种好吃，它就是牛的天然的好吃，原本的好吃。是天然香牛的韩国农业之间变作为一个友善的循环。经过1次的风炮过后，台湾的消费者愿意花很高的价值来买台湾的牛肉食。不过台湾的牛肉市场尚在冷生中，问题就係睇供給雖然冇啦，產量尚無法度增加。我們去進口更多的那個澳洲還是美國的那個肉牛的品種進來做種牛繁殖。安全的用詞、衛生的屠宰屬於前中後把關，安心又可是係台灣養牛最大的競爭力。假使我哋無法度主動美國牛來到台灣，係咪做得扶持台灣好牛，本消費者有其他選擇？我们刚刚讲台湾的养牛是用感情在养牛的，但是呢，还有一个是呢，也蛮有创意的方式哦，把这牛当作是天然的废弃物处理器。这处理一些什么样的废弃物呢？我们来看看。好，这有可能是吃蔗渣。也可能是吃酒糟，好像金门这就有金门酒厂，所以金门牛就吃酒糟啊。那云林这边是吃玉米芯，那屏东呢是呢，因为我们知道是毛豆的这个生产基地呢，所以是毛豆壳哦。所以看看就是说，它吃的呢其实是所谓的一些可以拿去做堆肥，但是是一些植物性的蛋白哦。所以用植物性的蛋白去换成动物性的蛋白，而不是像国外那样子，尤其像美国那样子，只有工业化生产的基因改造的玉米呢，去给牛吃。那牛吃了之后，这个其实牛的胃不是要来消化玉米，是要来消化这个草的哦。所以玉米吃进去之后，会在它的瘤胃里面造成这酸中毒，然后会胀气。所以那牛还活着的时候，就要打一根管子进去，把它胀气给通出来。所以我们吃的美国牛肉是这样子，很不牛道的方式养出来。台湾看起来相对是比较牛道一点咯。那我问一下张先生。这是你们想出来的创意的养法，这样的养法养出来的牛有什么好处？口感有比美国牛好吗？基本上我们台湾牛的产业跟国外的牛的产业还是有不一样的区别，那这个就是最大的不同的一个区别点所在就是说我们台湾牛是不与人争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人吃剩之后，我们再拿来把它转换成动物性的蛋白。那另外一个提到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完了之后，因为我们吃的东西。这个除料比较天然，那基本上我们的排泄物也都比较天然，所以说基本上我们肉牛场的一些排泄物都会拿来做有机肥料。那委员，你看到这样的养牛方法，相对于我们刚刚讲美国那种工业化养牛，又给它吃这个玉米，然后又长一根管子插到胃里面，让它通气，不要胀气然后吃很多这些荷尔蒙之类，让它很快的长肉，14到16个月就很有效率，就把它送出去了。这样看起来，台湾的牛好像吃的比较好一点点哦。提醒大家一下哈，我们的政府上还可以做什么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自外于国际贸易，我们必须加入 TPP。我们政府应该像瑞士政府一样，怎么做呢？我去瑞士访问过，瑞士的农业部长亲口告诉我，瑞士跟法国是接邻的，所以法国是个农业大国，那瑞士是一个小国，他们怎么保有他们的农产品跟农业呢？他们花了很多的金钱资源来教育他们的人民，说你吃
瑞士的农产品，他们瑞士所有的农产品、畜产品都有贴那个瑞士政府的 mark， 说我跟你保证这个就是瑞士产的啊。那你吃它，保证品质比法国的农产品好。第二点呢，还可以帮助瑞士，帮助什么呢？瑞士的农村是瑞士国家形象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鼓励那个瑞士的人民，跟他们讲说，对你的健康好，对我们国家好，大家来吃瑞士的农产品。这个是瑞士的农业部部长亲口跟我讲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维持我们的粮食自给率，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农民，这不是空口说白话。我们真的应该像瑞士政府这样的来做，告诉我们的人民，你好，我不得不开放美国牛肉进口，但是呢，台湾牛确实是比美国牛好。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农委会这个王科长，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知道金门牛哦很有名，对不对？很多人去金门旅游都带个金门牛肉干回来啊，哦，因为金门有金门酒厂，所以他们的牛很多是吃酒糟的，所以，那金门县政府呢，他们就有去帮这个金门牛这饲养的业者去进口这种牛哦，去做育种的工作。那目前在台湾本岛是没有的。那我们台湾本岛现在大家都是我们刚刚讲，就是乳牛的公牛，因为它不泌乳嘛，就拿来当肥育，就把它当做肉牛使用。有没有可能，我们整个台湾这些如果说养肉牛的业者，因为其实台湾现在的肉牛也有出口哦，不是只有在台湾市场里面，因为台湾的肉牛相对这样的养殖方法是品质很好，也有出口哦。我们有可能说，我们台湾本岛这些养肉牛业者，我们透过政府的这个协助也好，我们进口种牛来育种，或者说进口种牛来做这个肉牛养殖，把这个规模做大，有可能做到这件事情吗？如果不能做，那原因又在哪里？全世界现在牛园都很缺，那如果要从国外进口种牛进来，事实上成本是非常非常高。他们每一头的种公牛种公牛最近金门他花了大钱进了4头的公牛进来，一头公牛平均台币是100万，是非常贵。对，那如果你要进母牛的话，最起码现在也要15万块台币啊。所以在基于成本考量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跟业者沟通，慢慢的适度的引进。但是在现有的全世界缺牛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值得去做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慢慢的考虑。所以台湾现在只差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整个肉牛的一个生产环境，当然没有办法跟国外的相比。那所以我们才要吃到副产物。其实是副产物，虽然是我们的特色，但是是因为为了降低成本，并不是最好的饲养的方法。不过我们接下来就是业者需要提升就是整个的饲养品质跟卫生安全，这是我们要走的路。那现在品种的改变是未来可以朝向的方向。那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刚田委员讲的，台湾的肉牛，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就是养法比较这个天然比较传统，所以我们不会用那些有的没有的这个添加物或者是抗生物质，所以可以放心的食用台湾的牛肉。好。这个农委会已经讲了，吃台湾牛肉确实是比较有安全保障一点。那你是有补充的吗？当然有，在资源部分，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政府这边可以多支持我们这个肉牛产业哈，因为毕竟在开放以来，从肉牛从100%一直降到现在只有5.6%，就是说可以显现我们这个产业其实讲比较不好听，也是那种爹不疼娘不爱，是长期大家忽略的。那我们也希望说，你在开放的时机点，也可以想想说，怎么样来增加我们的供给量，那品质量，那特别是现在我们的台湾牛现在很贵啊，现在的价格非常的高。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也不希望说，一直高下去，这其实对消费者也不好呢。我们也希望，我们也担心说，消费者以后说那台湾牛就是很贵啊。我们也希望说，降低我们的生产成本让消费者可以用比较平价的价格也可以吃到好的台湾牛肉，这个也是我们业界一个期待一个期望。好，那我想再请教一下陈老师，就是说，事实上我们不管讲这个美国牛也好啦，或者什么美国猪也好啦，就是说好像牛开放了，猪就不远了。那美国在这一轮的这些，当然我们预期说。有一个声音就是说，今年2015年上半年可能会有一个短暂开放时间，让新的这些成员国可以加入所谓 TPP 这样一个区域的贸易组织里面去。所以台湾这时候就变成说，我们必须要在6月之前表现出很好的态度啊，我们才能够加入这个 TPP 啊，取得加入这个区域的经济组织里面去。可是
难道就只有猪？难道就只有牛这么简单的事情吗？还是说在这个里面，我们面对所谓的国际规范的态度，那国际规范到底什么才是重点？猪和牛恐怕不是吧？重点是什么？以日本来讲，他为什么会谈那么久，到今年才妥协？因为日本的农林水产省自己评估，他如果加入了 TPP， 他本来有9兆的农业的产值，他会损失3兆多3成啊。台湾是600亿，一年600亿。我们600亿是之前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评估，至少大概600亿每一年。那我们的产值4800多亿，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那应该有贸易前的这一个所谓的谈判的态度，贸易谈判时候的态度，跟谈完之后的态度。贸易前的态度里面，就刚刚志明理事长所讲的啊，那我们是不是要告诉我们的农民，你这些产品即将开放要进来了，你是不是开始怎么去提升你的竞争力，甚至做好所谓的所有的产地标示，让消费者知道说我今天买的产品是台湾农产品还是国外农产品。可是你在贸易谈判的时候，像刚刚讲的那些标准，我们自己心里要有个底，我们要有科学的论述啊。还有我们到底要开放哪些东西，哪些像日本可以守的，以及谈判完之后，你农业受损了，你有没有准备好一笔所谓的专款专用的基金，来协助农业部门度过这样的一个困难？从谈判前、谈判时到谈判后，老师，我们看过去 WTO 在谈判的时候，我们也准备了一笔1000亿的基金。可是这1000亿基金，你觉得从加入 WTO 这10几年来，你觉得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这一次是应该汲取教训的。那个当然没有专款专用啊，我们要的是要把那个部分用在刚刚像志明理事长讲的，因为你开放牛肉进来了，我当然就是要提升我们国内的这个牛肉里面的产销一体的这个竞争力啊。那从 WTO 的案例里面，很多人说，农业部门还是一样生存下来，其实不对啊。从 WTO 到现在，我们的农产品的价格是逐渐的下跌，你去看每个水果蔬菜，它是逐渐的下跌。我们的白米几乎是实质价格也没有再涨。我们的农家所得在2000年之后，因为大量的贸易自由化，它的实质所得是下跌的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贸易自由化对农业部门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其他农户的这个所得如果有上升的话，是因为这些农民都是兼业农，他是靠农业以外的业外收入来。没错啊，他70%是农业外的所得，所以贸易自由化对农业部门，它不是一枪毙命，但它就是慢慢的跟你影响。这个就为什么刚田委员讲的粮食自给率逐渐下降成33%，未来的贸易自由化，这个下降的幅度只会更大。那这时候我们农业部门，其实这个农业不是只有农民的农业，那是全台湾的农业，产值4800亿，它提供的生态环境、文化的这些效益超过1兆啊。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应该要思考，是说怎么让农业部门在面对贸易自由化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永续经营，这可能是更重要。好，农业部门面对自由贸易的冲击是最大的。我想这件事情可能在很多国家里面都是得到同样的经验哦。那我想最后请教田委员，就是说，刚刚陈教授讲到，就是说在 WTO 的经验里面告诉我们，过去也有编列，农委会有编列1000亿的专款专用，可是他最后告诉我们说，其实都没有专款专用啊。等于说这一次呢，我们要加入 TPP 的，目前中华经济研究院告诉我们说，一年最少600亿的农损。这还没有加入 T 法哦，还不包括 FTA 哦，整个加进去之后，一年农损可能绝对超过600亿哦。那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就是说在因应的配套措施上面，真的为我们的农民、为台湾人民去做好把关，确实的要求。我是觉得我们的政府在立法院里面哈，对这个 TPP 也好、T 法也好，这一点都还没有开启讨论。都没有开起来，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啊。可是6月份就是就是第2波开放新会员国加入，现在这个时间点非常紧迫，可是我们还没有讨论。对，所以就会给人民一个感觉，就是说你要加入 TPP， 但是好像是全部我们都是站在牺牲方啊，我们牺牲健康，农民到现在好像也看不出政府对我们农民有什么支援性的这个计划，所以我是觉得这会引起人民对 TPP 的疑虑啊。那事实上也会使得这个在立法院我们要理性的讨论这个事情增加困难，所以我还是觉得回到刚刚我讲的，就是说我们政府现在应该拿出态度来，包括说我刚刚就想到说，我们当时在讨论莱克多巴胺这个美国牛肉要进口的时候，我就不断的讲，民进党甚至还去拜访了美国在台协会，说我们愿意花更多钱跟你买没有抗生素、没有荷尔蒙的你们有机销往欧洲的那个牛肉。
我是觉得我们台湾的政府应该跟我们的进口业者联合起来，好好的坐下来谈。我们的游戏规则是这样，但是操之在我们是我们的进口，我们可以进口什么有机的、没有抗生素、没有荷尔蒙的这些好的牛肉。特别是我是觉得说，教育部也应该站出来说，我给我们的孩子在学校里面吃的营养午餐，我就是保证是这种牛肉。那这样的话，厂商才会勇敢的进口嘛。那如果说，我们的厂商进口是这有机、没有荷尔蒙、没有抗生素的这个牛肉，那就不会显得我们台湾的牛肉这个好牛肉是很贵嘛。那我意思说，这个事情的话，至少我们人民觉得，我们政府虽然在国际的这种大局势下，我们是一个小的国家，我们没有办法有很大的主导权，但是事实上，在国内的这些事情上，政府可以用一个好像妈妈的心一样，来替我们的人民来着想。谢谢委员哦。刚刚陈教授讲了一个重点，其实在这一波里面，牛杂税不是重点。有瘦肉精的美国猪也不是重点，是智慧财产权。美国有个非常大的跨国农企业叫孟山都，它掌有的农业方面的各种品种的这种智慧财产权是非常庞大的。孟山都曾经有个纪录片说是孟山都统一世界，它怎么样透过这个专利的这种智慧财产权去控制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掌握他们粮食。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如果观众有兴趣的话，可以找看《孟山都统一世界》这样一部电影来看看，这些跨国的农企业，美国跨国农企业如何透过智慧财产权，透过贸易谈判，透过这样的法律保障，去所谓侵害第三世界的这些国家。台湾难道在这一波里面，也要因为这样的关系，来面对这样一个跨国农企业，来面对这样一个所谓的智慧财产权的这种法律上的保障，而减损了我们国民在健康、在农业生产、在生态、在环保，甚至在传统文化等等种种的权益吗？我想这可能是包裹在这个牛杂税进口这种看似健康风险、看似政治、看似经济贸易下面最大的隐忧。今天说明大会，谢谢您的收看，谢谢大家，谢谢。